係啊，各位聽眾，我在歡迎人都來收聽本來學緊嘅節目。這個禮拜真歡喜，我到底網頂跟人見面，人看到正頂面嘅這個本來學緊.com/support 嘅啊，真感謝。這個禮拜呢，嗬，真係人支持啊，頂到錄音嘅時候支持嘅是一最咧，就是我人嘅拜託啦，拜託是一特季節。都有寄女來喎，即係感謝你拜託，誒錄起啊，感謝拜託地安，然後個有葡萄乾，早到時錄音嘅時候有寄好我人本來學緊地安感謝，到啲 super chat 嚟，到啲 WhatsApp 嘅 super YouTube 嘅 super chat 嚟，然後個有一個啊咖喱包，我在新加坡嘅咖喱包啊，伊到啲 clubhouse 唔知幾久來。我看係第一 clubhouse 目睭掃在看，還是做工，你無看到伊咖喱包地安啊，喲，一個人真濟哦，咁時啊，咯，我目睭看 ，I think 我是一半條落條南西誒，伊對伊嘅是樣地係嘛誒，所以我若是你用 super chat 啊，我會變紅去啊，頂住我錄音嘅時啊，我唔知我想我是鬼啊，咁南西錄音是咩事？我想安怎會可以變成，安怎會可以變成我家己條菜驚嘅，萬一再講來是，我家己識講，然後 super chat 是我可以變紅嘅，然後感謝以後新加坡你我100塊啊，感謝歹勢，然後個有機關稱呼有地安好啊，等到時了個白頭佬大鬼子，感謝人，我對啲嗰一個 touch and go， 浪尾會使 touch and go 我可能教人看嘅 page， 嗰一個是call 感謝 call， 然後個有金，有一個名金，唔知是幾話，有啲是伊嘅當然名無。然後個一個 Christina 是 subscription 大鬼節，每頭我一call 美金大鬼節，哇 subscription 感謝，然後個 of course 白頭咯，白頭學我觀得到啊，感謝攞嚟支持，我特別啲 mark 起嚟，所以我嘅在講人地人嘅人後，我特別特別感謝人。OK，來，這禮拜介紹我特別嘉賓啊，這禮拜特別嘉賓有裝嘅，誒，困起啊有人。你是看起來是困去？哇，快些！OK，來，咱這個幾日節呢，三四個你特別嘉賓我哋都歡迎。咦 ？Hello，我 mute 嚟。然後個有阿韓啦歡迎。嗨，大家好。那個冇大風嘅卡歡迎。แล้วก็อาหลง嘅卡歡迎，而家ก็CD lock 歡迎，แล้วก็ไว้ clubhouse ที่看就 clubhouse 嘅朋友是即係細漢嘅歡迎細漢嘅。clubhouse กันนะว่าจะ人有咩？特別一定有人嗎？一定有人，大啲咧，一人。然後這個禮拜咧，我咪講嘅話題就是拍慣會是阿龍講我幾好阿龍即係你家己笑嘅，還是已經有人用嘅？我嘅笑，我唔記得怎麼是我笑，你記出來咗嗦？你在拍慣會啊？人花車是拍慣會人，你是俾人注意你對，你俾人注意你，所以你拍慣會，所以安尼看是真好嘅，這個字啦。拍慣會就是講有當時啊 ，I think 人無啦，有個人夾減啦，有個人是較會做呢款物件，有個人是成個我唔是講伊家己拍慣會，特別我常常看伊嘅 Facebook 嗬，伊就特擺啊，即係甲講伊就再講一嘴係咪嗰啲 internet 嘅人啊？你即係到啲 internet 啊，包括我家己啦嚇 ，OK， 唔是講人咧，包括我家己，我成日我做到啲 internet 做物件啦，你特別就夾減到俾一個關係，甲即種拍慣會人
看路啊，你可能situation 都該做㗎嘛。就講我歹勢啊，唔係講玩，按咗是好隨便學嘅，收20年掉，所以你特別講關係就冇拍可能拍慣去都冇插不一種啊。แล้ว講到拍慣去啊，然之後你特別介紹啫，邊啲學嘅 support 你俾錢咧，按咗自己邊啲學嘅咧，然你佢邊啲學嘅你幫嘢會正邊有攤，但係即係call，誒，將來 podcast 嘅時候。你看到這個 support BGHK 即係人基本上講到尾地，嗱 including 這個達成哥，咱 test 看啦，有達成哥，咱 scan 免學啦，我唔是講計叫咱 test 看，但是講到啲 YouTube 看時，咱叫你電話起來 scan 看，因為達成哥會開我 account，你 try 看下，咱 YouTube 啊 try 啊，你學識你會咩？我有達成過嗎 ？OK，咱 try 看。YouTube 嘅人會使 test 看會驚。我 because 我特別我 assume OK，叫你看到我 set on 啊。OK，แล้ว唔知กันนะ達成哥呢個有別嚟咯，成日及國際人啊，達成哥馬來西亞人嘛用哦，即係你會使到這邊去做 monthly subscription 好，你 monthly subscription 咧，你會使加，你會使學我5 call，你會使加咗5 call，係你名咧，到你特個節都會支持邊啲學嘅，可能咱就是到時美國人啦用 Venmo 不會使，แล้วก็是成日白糖咧，佢係用 Wise 本誒到啲這邊去，感謝大家支持，特別未記講嘅，特別攞出去啊，直頭到你未記講OK，當然咱來講對咁要講咩啊？咱要講對拍慣會最近就會問拍慣會什麼意思？我每講即英語啊，你講但係你講嘅係你拍慣會啊，成個是只 neutral 嘅一個 word 仔啊，入邊啊 it sounds like attention seeker 啊，啲時間 negative 嘛，有時對，特別咱講 generally 啦，你若是會 seek attention，有當時成講，例如講你 emergency 嘅時啊，你會 seek attention，係你 attention seeking 嘛是，個 super chat 啦，都睇緊感謝 super chat，注意啊，這是Salome 是葡萄牙啊。葡萄牙是感謝葡萄牙，耶！你看，耶！感謝，耶 ！Super Jack 感謝支持，葡萄牙感謝，耶 ！OK， แล้ว這是 seeking attention 咯，這是叫啊？那這裡咪是 seeking attention 咯，拍慣去咯。對啊，但係拍慣去咯，我慣去是硬嘅。OK，嚟，แล้ว但係你講伊seeking attention 嘛，就拍慣去嘛，你冇講得到是 negative 啦，特別你講那是講 attention seeker 咧，就是咱 usually 是 attached to 成個講，你唔會人看你 focus on 你，所以你要做古古怪怪嘅物件，可能 catch 人嘅 attention 啊，係度。So 拍慣會唔是 attention seeker 啦，拍慣會是個 general 講。actually 有 that connotation 本來其實。特別對我嚟講，拍慣會 not necessarily 講是，你會 attention seeking not 就叫講是 ，OK， 你識講有個人 attention seeker 是想往時會會可能 intervention 咧，成個一直想講有個人成日都 depression 嘅人，直直講會 ，you know 會。可能就係講伊成患咗坎坷啊，成咩嚟講，所以你邊邊問問嘅地方啊？但唔知阿龍你感覺就講拍慣會是唔是一個好嘅connotation，但唔係 negative connotation 嚟講，成日講。冇啦，拍慣應該是羅賓會，特別較濟，當啲人規日個人講俾 humble 啊，所以拍慣會一大部分不是較冇咩好嘅物件嚟咗。咱未使買規日，然後你講你按去食烘飯好啦，冇歹嘅物件誒。特別不無事話去學人知，咪放出來嚇，話邊有時人不是咁話講較 humble 較 low profile 較好嘛，咱 concept 就較 low profile 是較好嘅。特別咧，拍慣會嘅事，internet 都是。咱古仔無 social media，但係咱都無啲慣會，安尼隻慣會拍嘛。對，特別冇想去萬山嘅事嘛，就攤拍慣會，你去萬山 social media 啊。
你知道啦，先正時來是話姨媽姑仔㗎啦，嚟講晒。哎呀，無你知咧，早起 market 只要一袋哇，樣八啊，講啦，係咪物件有咧？出來做多聲講話，係咪係咪是叫做 attention seeker 本？就嚟，我就特別夾邊，我就嚟，我唔知，即 iPhone 咧冇得個接嚟，你是裝啊？成交？你 JI 你是幾？就伊 ready 講話未？你接嚟誒，這唔是 BB 娃娃嚟嚇？我 BB 娃娃用 message 有用8人，係咪 message 佢講我未嚟？人哋伊是我感覺伊只。咱去 bombard 你啦，我 already message 啊，咱去 bombard 你啦，特人去。嚇，特人在意，但我 come message 一分鐘 message 一刀，個伊嚟哦。咱把 BB 娃娃嚟 ，OK，咱講拍慣會最近都我今聽到咩新聞拍慣會啊，成個咧 webs 咧 internet 嘅人啊 ，personality 啊，小妹啊，係咪咩啊？個幫出嚟翕出來喎，咁了，有最近聽到咩消息咯？我是冇對。最近啲紅咧對紅啲紅咪是咧倒水咯，倒水係咪我唔知喎？倒水都唔知。邊嚟？嚇，你應該知嘛？你記波倒水是所有啦。所以啊，成我知你講到一個迄個網紅，我唔捌伊嘅，我唔捌伊嘅。你講多大灣嘅嚇，係你啊？伊嘅故事佢會經典，佢會變新聞嘅，我變好真誇張。我哋馬來西亞是無新聞喺度。到台灣了。冇，伊是馬來西亞人嚟嘅。Malaysia 嚟網台紅灣拜人咱人家是拜呢，伊是特只講上拜嘅啦。特別伊有450千嘅你 followers 嗰種。哦。half a million 嗰種。你揾咗除 internet，特別咱咪係拍廣去啦。你所呀馬來西亞。哦，所以馬來西亞等我。你 YouTube 都看到啦，所以馬來西亞。哦 YouTube 啊，我叫乜所以？伊是啲 YouTube 嘅，伊家係做 YouTube 嘅，你就係但所以馬來西亞係做出來咧。OK。伊幫伊紅，幫伊紅先。我哋所以台灣哦，應該是。你下。特別伊是馬來西亞嘅，特別伊 ex boyfriend 是台灣人嘛 ，ex boyfriend。OK，等我記嘅或者喂 switch account。switch 為本來好嘅 account 啫 ，then soya plant 啊。soya plant plant as a plant。plant。soya plant。新年歌啊。只看啊。對。即係soya受氧計劃嚇。啊，對，是伊對。哦，伊係咪數？伊無啥物數，我唔捌伊嘅，我完全唔捌伊嘅。特別本身伊是我朋友嘅朋友。哦，你捌伊啊？而且我係自己嘅嘛，就是我讀台灣讀冊嘅。哦。然後伊係咪數最近個係咪數 attention？唔是伊打波朋友本手。哦，伊本手是because 伊 boyfriend cheat on 伊啦，就講佢外口啊落嚟，所以伊嘛改本手咯，係啦，伊本手無管嘢就，伊就賣到另外一個啊就，所以伊本手嗰陣時候咧就講伊 boyfriend 買物件啊一大堆，係了，伊個未去食飯啦 ，because 伊朋友未去 console 伊嘛，未帶去食飯，帶去食好料，問題是我有陣時我看一個，我就心裡面想講，有一個是安怎？有時按照嗰啲心情，按照嗰啲 emotion 啊，你講你冇人本手啦。if 你真係阿姨啦，你講本手，你極善咯，你考會看嘅啦，會放啲 YouTube 嘅咋？伊考，伊是開條 video 考互人看啦，做伊極善嘅關啫，伊翕互人看。係啦，去食飯，伊家朋友白白去解抹，白白去食飯去佚佗啊！嗬，伊本翕嘅咯，出嚟講，伊就是要去散心。未去 cure 啦 therapy 啦，就是講去食飯，可以心情較好到轉來，而且你覺得物件伊會 record 落來咗，所以我哋心裡面想，我做為咗一個行為咗，because of 就講，但是講我有一個我暑假嘅人分開了，我極心嘅話，我想要家己一個人較濟咗，even 我甲我朋友白白，甲我厝內人白白啦，哎呀拍慣會，我無去想就講，我要開掉我嘅 handphone 去翕條佢哋 video 互人看，個放 subtitle。
做鬼的 video 出来水水，特别就是啦，就是所以我有当时本想你讲会相信伊人嘅 emotion 哦，还是伊是做好要互人看拍管会目的，了甲来安尼款做，特别还是有可能样会参起来都走，有可能样安尼款嘅人吼，讲安尼款嘅人，但是讲样到安尼款嘅人，意思是讲你會生活趁你隔了時，嚇拍慣開，然後就起手，有人起手，嚇，我哋都要講咩？冇，我會 share 一個 story of 我有一個 friend 啦嚇 ，OK，對，sorry，等我講咧就，我唔 sorry，我講嘅就是，我講樣是感覺到樣參伊嘅生活，伊 because 是趁你嘛，樣。安尼濟人嘅事，所以趁累趁 attention， 趁咪嘅啦，就是想講，邊啲學見就是講濟人，咱邊啲學見嘅 subscriber， 邊個係個，但媽係個超級大嘅計劃係，超級大個436,000 of subscriber， 邊啲學見攞清，你梗係冇落用嘅，我真冇落用啊！今年呢，來咱就要做突破咧，拍慣會嘅物件啊，來偷看啦。嗱，你看我大行卡開啊 ，OK？ 嗱，我大行卡開啊啦。我 personally 冇 feel 到伊係拍慣會啦。係咩事？我有 follow 伊看伊，然後就 something。And then 這是別使講嚇，別使講嚇。我 feel 到咧 ，because 伊安尼做嘅 fans 啊嘛，伊是成個 star 呢款。你都不能講交代。哈 ，because 我冇 feel 到伊考個真嚴重，但係伊有講啦，但係伊是冇講伊 boyfriend 冇好嘅啦，伊就是 like 講伊本手啦，本手啦 ，OK， 用本手啦，可能伊冇考個就嚴重冇，然後伊有去曬衫啦 ，of course 伊有 set， 但係伊冇。但係伊冇法嘛，伊 because 伊是冇歡喜，伊本就做。because 伊貪累，伊就做那款。伊貪累，伊是安怎講 public figure。我每次感覺到那款啦嚇，有你是調啲咪拍講可以是調啲 make drama 嘅咋，那款啦。OK 嚟啦。有人是亞伊嘅紅著亞嚟拍廣告伊嘅 YouTube。即係亞伊嘅 story 嚟拍廣告，有幾哪裡 amplify 啦，肯定能講，肯定你等日俾講講，because 我俾聽。當然我哋都我咪 keep 住講咩？OK， 我有一個 friend，OK，who shall remain nameless。OK，伊就是like what， 安尼可能係 the kind of social media influencer 啦。OK， 然後伊就是係咪伊嘅 life 係咪講就是。你看 Insta story 就是哇，直接是 maybe 嚟50咧，啊啥呢？伊句嘅 live 嘅咧，伊係到啲 internet 嘅意思。對。OK，the one thing that 我真未懂啦嚇 is that because 伊有我捌伊嘅時呢，就是講伊有 always 嚟Penang，OK，because that time 伊帶伊媽都嚟整 for treatment。OK，so แล้ว就是後尾 the last。Well, not actually our way lah. The first time I baca EAC was just before pandemic happened. Around Sagui and then before long lockdown see. So it's try mother like let's see. After that, what EAC. Now after it doing EAC, young big lah, because he stuck in the country let's see. Now your mother to be like. 我是外國人啊，唔是馬來西亞人。外國人啦嚇。OK。亞洲嘅人啦，亞洲 OK， 特別唔是到啲馬來西亞亞洲人。對。So 嗰時咧，要把啲 condition 咪轉嚟轉解啊咯。แล้ว後尾咧，要把啲死去。OK，now OK，the part that我真正未接受，當是講，you know that 要把啲死，要 corpse lying there，แล้ว一個 hit。掉how。嚟 selfie 啊，selfie 嚟。แล้วก็เขา係สิก็ขวา you move your camera หรอไม่คิดอีกกี่หลังของก็อีกต่อเป็นที่ house หรอวิชิตอ่ะอีนั่นสิมันสิจริงจังแกแม่เลยเพราะนั่นสิif อันในความ private ใน moment ว่า rather กับผมไม่หรอ特別即是冷生活嘛。
OK 對伊來講，我梗係 accept 咗咯。I think 如果伊嘅頭腦是安怎想咧？如果伊嘅頭腦是安怎，伊是想講，我 OK，伊想到是夾，哎呀，我到底下 OK，cut to camera of crying，你伊是想，伊規個聲，我伊是想講 OK，然後變到對嚟互人看，在這邊伊想講，你成日若是講你是關係講你規個生活 document 你規生活，你腦啊，會無成個普通嘅人，安尼款嘅生活去嘅，一樣變做伊好唔好特別 capture，伊人是我特別 capture，一樣是成個，because 大日做呢，可能變做伊嘅 second nature 去啊就，所以講人看起來嚇。我同你講，即係同我未使講以前係 public figure，所以要交代啦。但係我問題是啦，public figure 啦，但是講是 public figure 嘅話咧，是人每路嘅點時候都講嘅嘛。特別伊唔是咋，伊唔是 react to situation 啊，伊是 proactively 考慮在伊 situation 咋。所以這是我教我哋都想，我冇明白這種嘅 emotion 咯。because public figure 我明白。伊有450,000人 follow 伊，我本明白本，伊也可能知伊發生咩事啊，即係就是 question mark 啦。伊就特別交代啊嘛。伊 answer 嘅是伊 maybe 講咩有人講咧，特別啲數字嘅物件，伊特別交一點聲，一定咪是特別講嘅嘛。特別係啲意思，即係像個 Celine Dion 啊，伊唔是有 Celine Dion 伊唔是有係。係你病啊！一般是有病，但係I think it's the way that they express, you know. So it's very ostensible. 講是講愛等你看。I think it's just that 我想講我人唔是 influencer， 想講我好緊你參了，但是講我腦個這個 intention。佢就去想哎等下我嘅 sadness 是唔是冇安全genuine 嘅事？對，I totally agree 嘛，我答項。對，安尼講。你算是講計無現實呢？對，如果安尼物件是真正 personal 嘅嘛？And then 我 feel 到我冇看到這伊 video 啦，我 feel 到有咗這物件唔是家己是人翕嘅嘛，是人翕伊嘅嘛。所以有你好嘅當時伊有當時伊我 feel 到啦，伊有幾那嚟加隻先啊。我是 just browse through 啦，伊甚至無好嘅點時，我有當時 feel 到是，actually 是有另外一個人喺邊翕條，無就是一幫一個 tripod 喺翕嘅嗰陣，但係有路安尼有影一個路 emotionally affected 啦，你去幫一個 tripod 翕嘅。有人先咧，有人先話，哇 something will happen 啊！哎呀，喂，浪車啊，後尾叫伊記出嚟翕聲嘅啦，呢，有人先，delay 聲，等陣咪目睭咪流水先，我佢驚。我記得氣球會講。哦，我是要講，我應該我想法無相嘛，我個講嘅樣是 influencer 嘛，但係對想是樣做工了，樣翕嘅物件幫，就是伊講嘅伊嘅生活是參起來，特別阮淡薄半開啊，特別因為叫來翕伊樣有嚟 influencer 是翕樣做工嘅樣嘅生活，特別唔是正嘅嘛，特別。唔是隔了啦，唔是安全。伊是做工啊，樣嘅做工啊，就伊要賺嘅鐳嘅無，有時樣愛買做，樣我人家己唔知，樣是啥。伊愛好你看下面物件。特別一啲 update 嘛，伊 views 嗰時伊鐳啊喎，伊做工嘅工錢嗰時伊 views 喎。所以無法我袂使怪小姐，伊是樣做工了。我看袂，OK， 還是。你買看嘛，買看咯，伊無俾你看嘛，然後你 subscribe 嘅人，就是支持伊咯。對，而是因為而是伊放嘅物件無人看吼，樣較濟過幾道樣個袂放上物件，樣冇無講嘅嘛，所以而是伊直直放嘅物件，就是伊知有人愛。但是比 attention seeker 係是到底 YouTube 先，咱講 YouTube 的話 ，YouTube 嚇你特別會做。something 物件來 attract 人嘛，你會互人有興趣。但你但是講尤其是有出事蝦米物件啦，是分開啊、離婚啊，是你人你翁娶查某蝦米物件，迄個物件可能是一大新聞，真正暑假人 feed on 迄個安尼款嘅新聞咧，你知哦？人真正暑假看 ，OK， 我知。南威喺個雜雜事，做事嘅我覺得係。attention 啦 ，because 特別係你對我嚟講嘅一個 OK 我唔知啦。OK 冇嘅，真係咱家己哋使。特別我是感覺到你那麼威啊，伊是我明白。
那么位是講黃明德啦，哈王明啊魏明德，是會變的誒是王維之，是啊，所以伊是做伊是咩啊 ？Valentine's Day 啫，我唔知咩啊？係咩 day？伊做 Halloween，意思唔是我會做 April April Fool， Fool April Fool 對點，April Fool 對，啊伊做成啊講出名出。全部講意思啊！伊個到底伊迄個私人經下邊個有伊效應係物件嚟看，特別迄個嚇我明白本伊迄個本是100%是經嘅單身，但係是 for publicity 哦 ，marketing 啊，你看你物件啊，我大行會講話，會物件會講。我咧成日，我是想我成日所以啊，我能可能看就是，我能到底 question 你 intention 是到底做做咩事？你就是愛談論還是？你安尼款做是 just to comfort 你嘅 ego 還是安怎啦？所以因為會使哪行嘅咧 ？It is the way that they express 啦。成日我講 Celine Dion 嘅，其實伊本是有問題嘛。特別就是佢哋你安怎列佢哋 balance 就無搞你 present 到你 screen 嘅時，所以人看到嘅時，人未感覺到是唔是有淡薄？鬼頭咧，但冇驚，呢個係 ulterior motive 咧，唔是講人聽嘅，意思講俾可能。對，特別 Celine Dion 已經出名喎，但是 Celine Dion 未必較少人嘅事。嚇，伊樣有規個冇上 level 嚇 PR team，有規個 international PR team 來做呢，我哋。對，這是家己，這咧 YouTuber 是家己一人嘅。because 阿龍講了，別使講。Celine Dion 嘅歌詞，伊好我無像嘅 feeling 啫，因為是真正，伊是一個 motivation 嚟咗。伊互人 feel 嚟講，哇，this is so inspiring。特別係你就是講伊 PR team，即個物件是 PR team craft 嘅物件。樣是講 ，OK， 你要安怎講 sequence，幾時要做，係咪 announce，係咪了就久時 start interview，係咪物件了，so that 你會 spin off 伊即個 sadness to something motivating 嘅嚟看。所以 PR team 有可能 help 伊 craft 呢物件。特別是講，你當今只家己，人講網紅網紅，就是講你到底。internet 嚟做好多家己紅嘅，你只用紅嘅嘛？是講做咗20年個未紅嘅，太冇用啦！來請你係咪 Adeline 啊？最近馬來西亞Adeline 係咩嘢？因為阿 John 嘅含嘅呢，vitamin M 呢，如 vitamin M 呢，你請 N 什麼 vitamin N？ money 啦，哦 M 呀，我想講 vitamin N 什麼？我只想未記 M，OK， business class。我 N 我成日講成 nepotism，nepo baby。business class vitamin B，OK。你人做幫紅嘅人，這是有啦，有點本，特別點 of course 未生加Celine Dion看邊啦。幫紅嘅人呢，伊若是講伊是家己。manage 伊家己嘅 PR 物件了後，因為家己愛做咩就做咩咯，所以變做真濟，你到底 internet 做係咩物件？你要緊嘅是唔是講你愛 attention 你個做？而是對我來講，我是假講，但我 attention 唔是我啦，我 attention 是邊個學見啦？你明白哦？特別我們是愛啊，人俾 attention 對邊個學見是最好嘅問題嘛。所以但是有嘅人，伊 mix 伊嘅 products themselves 喎，伊 products 伊家己喎。我對買是我家己告訴。網紅咧 ，because 樣部 hire 係咧上個 agent 嘅呢款咁樣做樣 marketing 嘛。所以咧，伊人 basically 咧是講 basically yes 伊係紅，但伊無安尼一個頭腦去想講 there's a probability that 人會想啱嘅，但是所以無好物件嗱。because 一個頭腦了嘛，and then agency 是安尼一個頭腦嘛，因為想到無上方面夠經驗，經驗，嗰咧 all kind of angle 嗬，所以 packaging 出來是真正水咯。But when 你做網紅，你無 vitamin M 咧，特別無特調講咩，無特調有啲人 naturally 嗬，伊會再講係咩物件是。我感覺有個人 naturally 伊會 ，because 你有個物件好是有個人會曉個袂曉呢，唔是講伊特別有類個會曉誒。有個人曉，伊成日講伊個即個 soft skill 較懸嘅人，伊會
伊會叫emotion EQ 較，唔是 EQ 係 emotional question， EQ 較懸嘅人，因為就係講，若是講伊現實嘅時候就講，我要幫小英就對我即是啥物事，因為就講唔係，即無 distasteful 啦，咱是講，所以因家己嘅規，因家己嘅關係，因家己就講即個買，所以我幫佢即個 private 物件我買嚟做，特別有啲人袂曉。真正尤其是要食小紅嘅人啊，伊無插，因是哎呦，同佢我住笑，哈，我睇到 tension 了，你係使嘢去幫你款，有人是 naturally 是人款想，你免講就 PR 點嘅，韓國啦，publicity， yes，all publicity is good publicity 嘅，但係 publicity 是好嘅 publicity， 無歹嘅 publicity， 你看我嗱你做下咩？同佢咩？嗱，買伊人紅。咪講嚇，對，人講嘅啦，對，伊咧，所以咱是 human nature 本來 play on human nature 波達行。我是想講，我講到I think 有哪種嘅係les influencers 啦，就是一個就是 positively 嘅拍關會，另外一個就是 negatively 嘅拍關會。一個就是加 self-centered 嘅拍關會，另外一個就是伊有為了一個。social value 去拍關會啦，像講Malaysia 有另外一個 which 本是我嘅等嘅，我人到台灣是我學長啊，就是 CCY 咯，我係 senior，CCY 即係另外一個伊是做了真有 social value 嘅物件，你知無 ？Then 華語有 BBK 安款，知無？伊人做即個content 啊，是真正有 social value 嘅，所以即個拍關會都是有 social value。頭毛偏卡咧，對，頭毛偏卡咧。伊蘇邦人嚟，所以伊不是所有朋友嚟，伊人講了先，因為伊是我當我阿 school 嘅嘛，所以伊人有一個 circle Malaysia 嘅大台灣嘅 YouTuber， 伊人嘅 circle， 伊人是係一個 circle 嘅嘛，所以都是。I think 這個拍關會 intention 哈，of course 啦，可能我加欣賞，其實我可能啦有 social value 啦，你唔是講你家己愛看物件，就是無想講愛做一個有淡薄 social value 嘅，無想個有人無 consider， 無人至少無伊無想伊嘅 impact 呀，伊是想嘅是紅就講，你真濟老實講，真濟。安尼網紅嘅人吼，因是家己做出來，用時 sometimes 做事做物件變做紅起了，是你袂曉 manage 你家己嘅 value 啦，人 maybe 咱較大漢嘅人，咱個會想就講value 啦，你 impact 啊，你做出來物件到啲 internet 會 cause impact 到蝦米物件，因無去想喎，安尼款物件都無 consider 到這種嘅。因為這個是世界，這個我話 economy。安怎去 monetize 這個物件？一個 hit 就是一份類。對。你做好，嘛是安尼款。你看我人安尼偉大哈 ，cultural preservation， 20年冇人 subscribe， 冇人查。對，是啊 ，because 這唔是。無 attraction 你知哦，即是咱有暑假就邊咧福建人，是咱 from 邊咧嘅人，咱個感覺就講一個感情，咱個會來支持邊咧福建，咱就講到支持邊咧福建，咱白紅啫。阿袂紅，我白阿袂紅。無，但係無紅就俾可亂支持咯，這邊 ，OK， so 無是看你嘅。It is monetization, yeah. Very simple. Supply and demand. People demand idiocy, you get idiocy. 對。แล้ว上家第一大嘅網紅啦，迄個查某啦，嘛是安尼款。得謝。美國迄個咧，美國嘅是，伊一個查某爾嚇帶翕伊規個家庭哦。得謝啊 Kim Kardashian 唔知啊。Kardashians，OK。特別 Kardashian，對，伊本是網紅。我 vitamin M 啊。20年前你講 Kim Kardashian， 真正有類喎，樣真有類。真正有類，無人會相信你。對。伊人都是
follow 特別一個會曉哦，一個會曉 utilize 伊嘅face嘛。This is sex tape true. Yeah, so. Tapi instead of actually before 一個出名嘛，伊是做甲 celebrity 做工，然後伊規個家庭冇出名。伊古代是 Paris Hilton 叫啥嘅查某爾都知哦。我知，冇，伊嘅家庭出名，伊嘅伊嘅爸是 O.J. Simpson 嘅來嘅，對。但係伊家己也袂紅嘅時，伊特別搞喎，特別搞喎，伊紅嗬，伊個係用伊嘅紅來趁女咋。你有人個愛看喎？我人袂使看衰，我人當今馬來愛網紅我知哦。嚇。下擺伊人會安尼款有類，安尼款。嗰時頭媽我講嘅時咯，我人 criticize 人特別樣做工了嘛，樣被贏本嘛。嚇。哦。Actually, look one video away from going viral 嘛，唔對咩？你直接 post 可能你接落來誒 video 嗰時。假如做甲規世界紅嘛唔知，對無？咱徛起來頭愛看。但係你把你一條去甲規世界啦，也係冇人看咗。I mean，壽司古大賽攏拍過。對啊，有乜世界？嘛是一類 video 呢，話把你規世界㗎啦。當佢寫啊，chicken rice 古大賽。冇啥物件喎，because 你I mean 個 funny 嘅 video 啊，伊做 viral 我一定被當今 because 我用個 personal emotion 嘅。我個幫未錄嘅物件就是講我I mean 你有 relationship 嘅 problem 啊，你有 emotional，你條 hurt 咧就，你佢會幫你個 video，即係是我冇明白嘅感情咯。伊按照伊有人嘅關係一個，安尼 feeling，我掠袂到一個咯。按照伊做一個。Depends on 伊嘅。你古大賽是到底做出來好怪嘛？哦 ，depends on 伊嘅 YouTube 嘅 content，because 佢叫倒水咧，伊 content 是伊嘅 life，所以冚唪唥嗰度拍起來。所以看 content，所以我唔是驚咪就即係 influencer 是 influence 人啊，依個叫 influencer 嘛。你話伊一啲嘅，咁了是 positive 嘅物件，伊並伊話伊 fans 講嘅物件，咁我嘅 support 你話一加油咁樣就對，我看了啊，我冇觀察好咗。我講，我唔知我是正還是假啦。特別讓 show 嘅讓 display 這種嘅 support 啊，嗬是真驚人嘅。我係 feel 就講啊，你上邊你就講伊是假嘅本好啦，伊到底翕好你看本好啦。你本 video 伊是應該你應該 support 伊，你本 video 講伊是只可憐嘅，伊只嘅善，你應該當真伊嘅。我這裡是我感覺就較驚嘅咯，變咗是。白島嘅人，伊嘅惡調是講下，我有無歡喜嘅物件，我啲翕互別人看，我被惡成個伊嘅關係處理伊嘅感情嘅問題。OK， 嚟，我唔知，我是唔對，我未曉啦。阿龍，你話即comment 即乜到 reels 喺 YouTube 嚟講，伊講 that guy CCY asked audience to donate 8,000 for him to bring his family and crew to tour East Malaysia for filming sake。Long 嘅 opinion 係咩？有時當佢啫呢？我唔知。我是當時第一次看5塊、10塊、8塊嚇，了我咪是。咪估係 business class，咪估係 business class。所以我愛講，特別未必話變咗幫硬去咯，叫人第一我係 business class。But actually，伊嘅 intention 是係咪嘛？都做網紅，唔是咩？無你袂使，我人對網紅之類 topic，Holy shit！This can be my PhD thesis。我人做即個網紅 ，Why do we give so much value to 網紅？So what if they are 網紅？Let them do whatever the heck they want。網紅，伊是紅是 because of 人看伊個紅，你知道？Because 係啦 ，because 伊就是 influencer 嘛，伊就是 influence 人，唔是咩？唔是，伊 influencer 了人家請伊，伊 because 伊有人自家看伊嘅 content，了伊嘅 value 是人要廣告啊，啥物伊個叫你，所以伊 rate 較高那款，所以 reach 到人咧，我本是啦，我就講係咪我唔是咪 KOL， 我是 LOL 嘅，我係冇教你做嘅個。So 阿龍講嘅咯，伊就是 KOL 咯。
key opinion key leaders opinion leader so 變做伊嘅 value 就是即係 eyeballs 嚟講 that means 伊真正有 power to 影響咯，伊有真正有權力嚟影響人誒 decision making 啊，要買蝦米物件，感覺蝦米物件好，蝦米物件無好，所以伊都特別有，我感覺到你有迄個權力咧嗬，你特別有責任咯，特別係管理特別樣較就是無啦，啊，即真正係起手就冇得行。我想下 CCY 啊，款我 of course 我感覺到伊嘅 content 啦，which is 唔是講真正 intellectual，就是講嗬伊講到真係 cultural context 物件啦 ，which 我冇感覺到伊真正是去做 research 啊，去 you know 去 really 去做即個功夫即係啲嘅功夫咁嘅。所以特別 one of the things that 因為伊是讀電影嘅 ，so 伊真 good at like kind of like present himself and he有 kind of like 一個真 positive visions which is 即個 racial multiracial and pluralistic society 安尼款嘅 visions 啊 so I think 我看了有真濟 can so 真濟 can from for example like 真濟 intellectual from Aliran 啊還係 Munira Alatas 安尼款 Malaysia intellectual 伊人出來講哇伊人講嘅物件真對真 content 真濟特別無人聽無人聽 so整個 CCY 啦，冇 appeal， 因為講嘅物件小簽了，then 普通嘅 Malaysia 伊叫伊坐了聽Alatas 安尼講幾點鐘啊，所以 CCY 伊可能無講真簽，特別 maybe 無講真簽就是 because of 伊嘅標較懸嘅數，對標較懸，伊無簽咧變做伊嘅伊嘅標價會較懸，人家會較看無像 boring 去在 lecture 呢。對，所以我不感覺到，伊安尼款做，although sometimes 我感覺到，伊上個我本無講真 agree 伊真濟物件，特別伊有一個真 positive 嘅 vision，vibe，你就變到我感覺到，本是達來去 support 伊有時，有本是我應該達啦。係可能 why perspective？ 咱當今我把你甲放掉嘅即個甲三百八真嘅 interview 嗬，即幾日啦，我試出嘅，我落三百八真嘅 interview， 伊即物件，I think 我未講過，實際是第三出係第四出時我講，我每一隻問題就是講，你大漢阿摩丹坐伊教會就，特別伊講伊感覺到本來福建嘅 environment 就係 safe。所以伊就學阿摩丹聽，伊講伊咁伊細漢，特別伊講伊感覺到伊家棒，伊解罵講本來即係什麼即係講伊解罵講啊，讓到對去聽，讓即係必須棒時，讓到俾到對去聽，已經棒起，即是6月特別6月是棒起。Then 我當然 stop 包就係 show 咁講，所以我對邊個時候問落，所以我是伊個講，你有時候講OK， 我感覺就 OK 好本啊，係咪是講 because 咱即個環境是咱家己做出來，我尋路人做出來 ，so I mean of course 特別有責任嘅就是我啦，人哋我 control 啦，安裝咯 energy 就是人，未起來講水話咩物件冇，特別就好似為什麼講，我覺得感覺就是直接安全嘅環境可以嚟講話，所以我都可以聽頭一個 episode 上面講超話 episode。又聽超話 episode，伊個伊咧四句教會小弟做在聽，等陣 review 我才來啊喎，伊實是冇一隻 auto respond，伊 auto respond，但係伊 message 冇你個接嚟，但係伊 message 又被教人講佢來掉可能，anyway， 人會講那是講無好嘅啦 ，OK， 人講無好嘅亂感覺到。伊做啊唔對，人被 judge 啦 ，OK？Because 你放到啲 internet 物件，人就對 judge 你嘅，無插你伊甲你講，無甲你講，人唔是 judge 你嘅。我只句無地end，就是驚人 judge 我嘅意思。即係人 convince 我，到啲 clubhouse 是講，伊講我人知講你無需要，我特別講我是無需要，特別最近是我唔是有啥 subscribe Ecam 啊，加即 Zoom 加了 subscribe 咧是，伊人講。我是有一心，所以你做事，你阿未，你都無互我機會啲使講你愛是咪？就唔是講我下啲啲人嘅辦法，咱特別特別啲人，特別有心嘅人愛啲就使啲。你去甲別人講，團個學別人講，即係有一邊嚟學嘅呢，即係節目，滿是幫助邊嚟學嘅呢 support，特別愛學女不會使感謝。
恁啷讲无好诶啦，对啷感觉像自己就看到成个安尼啥物，成个 personal 诶物件，到底放出来讲成讲人死啊，了考啊，翕攝影翕 video 個幾考呢？係咪物件 Malaysia ANA twin 咯？係咪物件？你講下 elaborate 淡薄。Adelaide 咯，個 Alice 咯。你講嘅 context 至少冇嘅。啊，即係 twin 嘅嘛，我冇知道伊 until 人 post social media post 嗰陣時，伊 basically 坐 taxi 無好類走咯，and then 咪食麵咧，唔知咪即係講伊無訂，你煎類 something like that 飛機啊。冇，伊first 伊坐 taxi，伊坐 Grab， Grab 伊無類號。你講我落車咧，剛好落 after that 伊咪號，伊走去。只有幾嗱打安尼款嘛？你學車 Grab 嘅人報伊啦，嚇。嚇啦，伊可以 viral 咯，伊嘛是伊當今嗰啲像伊樣嘛 ，evidence 就是係話 Facebook 樣嘛。特別嗰個另外一項就是有啲人啊，伊感覺到佢你是愛得是 KOL 還是係咪唔好啦？你是感覺到你只 entitled 是講成個應該咋 ，because 你感覺到只一人。看你，所以你變做成個有權力咧，嗬，你就變成應該，你就要做好我安尼，我只是免累嘅，我坐車免累嘅，你看 ，because 出名咧，有人是安尼看你咋，哈你都無好啦，我感覺。你 even 你幫你家己 personal 嘅故事就靠啊，係咪？係你是感覺就是講你無誠心，無誠心啊，安怎講啊？無誠心嚇。冇真心啦，冇真啊嚇，你無 authentic 咯，有你成日做一些淡薄驚，可能是有一 opportunistic 啊，要趁要趁咗係咪物件嚟做，特別你變做有迄個變做有 influence 嘅人，變做成個講你應該人特別對你安怎啊？係你我感覺就無好。我maybe 無腦面嘅啦，即是你嘅 character 出來啊咯，還是我唔是講好嘅人就是無安尼 character。because 我本身嘅經驗啊，我就聽到別人學見把你個殺嘅事，對別人嘅事，紅險有一幫是咪真正報紙啊、The Star 出啦，咪報紙嗰啲出緊了咯。so 我了去我對佢但我未記得我做嘅 ferry 係一年啦，我唔知阿龍路來啊，我做 ferry 嘅事。嚇，所以我係 ferry 係一年嚇 ，ferry 係一年呢，就是我丟第一行嘅事啦。你隔了啦 newspaper 啊，報紙咪隔了咪隨我烘焙啊，了我去嘅咯，就人隔了一隻電話到啲我行去到路嘅時候就住咧，有隔嚟翕攝影玩，我 feel 到哇，成個出名咧，可能就。你嚇死去嗬！我求佢乜嘢事，我想未起乜嘢事。對，排隊。所以咪排隊去somewhere嘅時候，我紅起咪想講，哎呦唔知我硬嘅，我就排隊哦。我時已經是我20幾歲人嘅時候，我會想到安尼款嘅 concept 都知哦。所以你想看佢哋無安尼mature嘅人啊，無安尼。較識腦頭腦無咧較老咧會曉想嘅人啊，伊是毋是真硬就感覺到講，我就出名啦，我做咩事要使嚟真正面對？所以真感覺講，樣未曉，即毋是 excuse 啊，特別真濟人未曉，樣是當做樣成啊人講樣個破起來，一鋪掉咧，可能就人規個 society 啊，一出名破起來，你特別你看到有咧 celebrity 就出名人。伊本是做成個就破糖嘅，無想講係 special treatment 嘅啥物物件嘛，伊本都人被破起來啦。所以有你是紅咧嘅人，網紅本好，伊本是成個講應該，人特別對伊好。但所以即個淡薄你講係你攞嚟 A 嚇，係你姊妹，係你係講伊是有影條啲會騙人借鐳借車買好鐳嘅，係你都唔對咯。
你無路邊講嘅啦嚇，尤其是伊紅了個做呢塊物件，佢較無佢袂接受。無伊 before 紅，伊 before 紅你做呢，做了個紅嘅嘛。我嗱啥是，我無咪 sure 啦，我南西甲會曉啦，即個物件。我嗱啥是伊袂紅嘅 ，and then 伊 feel 到個人 post 伊 viral 伊啊吼，伊走 taxi 嚟了吼，安尼反正會趁食，所以伊不做。對，伊就是這樣做，伊講伊路搭成個路啊，是蝦米啊 ？at the end 伊都無好路，所以搞了 Grab driver 看到伊名，搞了無人會接。來，把你個，不過把你讓感覺到安怎成個拍管會嘅人。我講下你 double A 啊，我講到伊人都是本地伊人家己本已經是超寬對，伊寬就出來了。Actually 我捌聽一個人講誒，人你出名啦，我聽 interview 上面啊，人講 fame 啦，想紅頭想出名咯，誒做好伊唔是會改變路，特別伊會amplify 伊做好你本身嘅寬擴較大去。所以咱袂講，咱特人冇是貪啦，較濟人冇是貪啦，唔是講特人。I think 特人冇是看你貪了 ，continue 去做，還是你貪了，哎呦這只貪咪做。你人嘅頭腦就只是佢想到你無好物件冇會想到。特別咱袂特人，若是講你較好嘅人，你都會想到講，哎呦，剛我個人很想，所以你咪假咯，咪買咯。特別有人是無，伊是好無好，伊唔知啊，還是伊無插，走去。做呢塊物件，咱個來談類。咱人嘅 past president 嘛是，不是愛紅咯，愛紅加 power 咯。伊 publicity 是 negative 和 positive 不是 power 咯。伊是講美國嘅啦，伊係個一步，條本伊是家己為咗家己咯。所以咱感覺就家己嗬，成個愛拍管會人是唔是樣正egotistical 是講，隔了袂話看，I mean 減啦對，三下你都袂有，係一種淡薄，成個我要出來做節目啊，係咪物件？但是講我家己想講，哎呀，我家己 private 走去賣嘛，賣驚嘛，所以你特別有淡薄較個阿家嘅驚，你個做，你看你物件嘛，做 online。蝦米物件人成個個蝦米最近嘅新聞，我有看到一件嘅是成個小妹，到底微話，就係我講微話來微話。哦，你是講迄個個人拍到人個嘅吼，攞人小派啊？唔是喎，伊是唔知人小妹蝦米物件，因為是到底有隻 internet 吼，對只字唔知到底 TikTok 還是到一件查某珊，伊是。transsexual 嚟啊！伊去把你個 recently 去上地做 surgery 嘅什麼嘢？咪是迄個傳落嚟伊去嘅嘛？你講一啲怪嘛？Brian 讀。你有做 plastic surgery 咩？冇，伊愛掛。你冇去過嗬？我未去啊！我想講你去上地講嘛？去了。伊阿龍你講咩？伊去啊？伊去了，伊咪掛。有可能是唔是 attention 咩？伊就講了。冇。來，別使講啦。細漢你都講。冇，迄個我唔知啦，特別我知咧，伊去了，特別伊應該是無做 research 啊。because 你去掛，你就要拍，你 at least 就要拍好本1年，你才會使掛嘛。但你嘅 operation fees 偌濟，係咪㗎了嘛？特別去啊講話我無，特別無可能啊！即 feel 到淡薄 suspicious 咯，伊係所以咯，淡薄 suspicious 咧。at the end 伊 video 講。At the end, he decided to 買掛，伊來做別啲物件啦。就無可能講，那是伊個其實 trans 人啊，
無可能講伊唔知講你就哦成個去看老官嘅嘛，嚇，伊成個你成講自己買衫咩，同佢去啊，係買咗對嚟嘛無嘛，你特別知講去 vintage 買衫，想去伊架頭毛啊，那種嚇，使去架頭毛就無啦，啲架條嚟寫到對嘅，你是實在去買，實在出名嘅。OK，喺呢度我看，特別伊件唔知咩喎，我看到隻 video 就對 video 我看係，伊唔知小咩人夾一太累，你看咩，我唔知啥物物件我冇聽。呢就是 Adeline 講出來嘅，呢就是講 Adeline 特別去賣人嘅物件啊，係啦賣人物件啦賣好事了，伊個係個 brand 嘅 owner 都小咩？哦，係啦，對啊，啦 brand 嘅 owner 講俾強背累，係啦，伊就走去小咩，走去亂。你唔知每樣講。讓係咪一下一個劍仔 cut off guard by something 我未記講咩啊，我特別然後特別人是 fit 樣嘅 female 咯，當佢佢想講白樣特別誒，你條咩？等你放隻出嚟時，你條咩滴嘅人幾大哩啊？冇你未起啊？浪地啊！你滴啊？冇啊！你條咩 hashtag 啊？hashtag 啊，你把佢起啦！誒，是邊個人啊？睇你搞到拖哦，唔是邊個人？冇啦，馬來西亞嘛。你話睇佢哋3條人4條人啊？剛剛你硬咗，你 hashtag 樣啊，未必都硬嘅。啊，剛剛特人冇講，哇，這個臭雞巴在講你的壞話哦，很笑啦。就硬啦，你地影咁得字個官車呢？官車呢？紅樣會350千嘅 followers 叫做。哇！我就應該就知道自己 business class 嘅。阿咗就拍慣佢咯，阿咗就拍慣佢咯，一隻被丟伊嘅 spaghetti 以後啊，伊就拍慣佢是video咯，你知道 influencer 啊？你應該不要聽福建話，係啦，你兩個小靚你嗰啲不要聽。要緊啊要緊啦就subtitle啦。都 make sure post 嘅點先是貴啊，你對邊嚟啊，我可能拍啊，嗰陣。你我唔係哦，我 actually 其實嗬。我做本來學嘅，浪仔啦，浪仔啦，這呢，我嘅目的是乜嘢嘛？我嘅目的是真正清楚嘅。我直接已經，浪參我嘅股嘅人就係講，我要做嘅物件係咩？我 actually 頭短期時有人講，這是本來學嘅人啊，成個邊啊讀啊，講啊，然後頭翕相，你看，係咧，我 surprise 是唔是講 surprise 講？樣看我成個，喲，你是阿 John 啊，你是咪姑咧？因為我特別我係 focus 是講話嘛，你我個是特別我冇 naturally 我係變咗 already attached to 邊啲學嘅人嘛。特別我佢見到頭嘅時候，我 surprise 講做咩數人人冇樣對嘅話，就人講咩？我怕死，我唔敢咁講話。我講普通特拜咧，特禮拜就聽我講話聲咧，應該是只應起來甲我講成個白做朋友，特別有人只聲，如果唔敢甲你講話，成個我成出名人呢。特別我講做咩事人會 feel 到呢？就是因為 because 你 even though 我 intention 是只好唔好啊，我 impact 啊，影響啊，是我被 control 咗。因為看我是安怎樣，是伊人家嘅 interpretation 嘅，所以不當人見到邊看到我，人唔怕寫曬，走起來講，我是冇使，我講我 LOL 呢，唔是 QL， 我是真猜呢嘛。你有人叫我個爽啊，唔會翹咁講。我就當時我特啲，我甲 Bruce 短期時，甲我用短期時，甲伊嘛，我特啲甲邊頂 road 嚟行掉，往邊去迄個種法子嘅。museum 咪一樣帶較早的，所以話到底當面行一 round，แล้วก็自己去入面，到底 can see 小談內 message 冇上人啊，到底車嘅翕小影，我到底行落去行，哇！是我感覺我出名咯，內人就叫冇上為啥小影啊？我到底行落去看到我 spotted 冇上，他是就出名，所以我真歡喜我出名。OK， 特別我食物件自己好你不要緊，特別較啲攏較啲請我對起時就咁寫。你我好你請，哈對，特別我有個請人哈 ，OK， 請就紅豆生啊。啊對 ，Thank you very much。誒，講到紅豆生啊，報告啫。我今年個在，等我想下，maybe 我這 episode 拍嘅時候你過去啊。
多隻 episode 是幾時放？明明係較早放的無，明明我係遲巧的無。但是講我這 episode 放嘅時啊嚇，路人就被會記掉，人七，人幾個月搣嚇，8個月幾個月嚇8個月啊，8個月對嘛？我人搣啱是幾號？8個月，等我 check 下，我到底喂，死我未家己8個月10號拜六，1點到1點。OK 對，8個月10號拜六，1點到1點，讓嚟 New World Park， 係 New World Park 誒。等我看會拍出來，我個冇通拍出來啲 information，但係啲 information 我到底嘅，我到底 WhatsApp 誒。是控制4年啊，今年啊，唔是呢？我講拍唔掉啦，拍就只控制個。今年8個月，拍明年，係啦，直接同我講下，什麼你同我講？แล้ว等陣我看哦，這是 OK， 對，來拍。但我諗講咩幾個月2個月，唔8個月8個月10號拜六。哎呀，等陣8個月10號，我8個月10號是拜六，August 10號2024。Saturday, okay. Tadi New World Park. Oi, 幾點啊？就1點啊？1點。1點，11點到1點。那呀，都冇 assistant 就得講啦。Tadi New World Park， oi 介紹就 OK， 拍廣告就係啦。New World Park oi。有都俾叫人穿人嘅變靚嚇，對，穿變靚學嘅嘅衫 ，OK。即係咪是拍慣佢咯？紅色。即係咪 attract attention 咯？拍慣。attract attention 是好嘅 ，because 我咪知，咱變嚟濟人嘛，變嚟誒你會把，所以你咪知講我搭隻 group，你看到紅一個籠卜安尼紅，咪是就講是黃嘅人咯。BGH 嘅 gathering 8月10號2點啊不1點 after 1 PM 到1點11點嘛。哦，即係講，伊話你個1點話你個放工喎，唔知啊，我 usually 有 second round 咯，是講冇得掉人搞事嘅在，啷對 WhatsApp Instagram 咯，WhatsApp Instagram 嘅 WhatsApp 嘅，咪咕嚇，你做成定你啦，New Park 佢嗌我到期間嘛，誒咪咁啊，講個博士。安尼講大，係你大下人面別使去看路咯。對，多，唔見到人情，我唔是講特人就情啦，而是大下人人要對硬，有嘢我對硬，我們是真歡喜啦 ，OK。所以人有閒嘅時，就來找我啊。I think 這 episode 我特別7月頭先特別放啊 ，OK。所以8月7月頭放嘅，講人這個快掉。當叫我落只字啊，所以有當時。你7月頭放嘅時，我對到邊人來找我。哎呦！見你會白吹，OK 啦，感謝 ，OK， 即係讓回應嚟時嚟下掉，我下掉最隻先，咁讓確定冇上一啲，我下到啲嚇，讓特別對 WhatsApp 啦 ，OK， 對我到啲即係WhatsApp 會嚇，你去邊個學見.com 嘅網頁嚇，你到啲即邊get on the show，OK，get on the show 呀。即係 link 有到 website 你去訂隻 link，你一對去即網頁，即網頁就是你使下你我 email 通知人啊，特別即個較應用就是即個 WhatsApp 嘅 channel， 讓佢對我 WhatsApp channel 我 announcement 嘅時候，就到喺邊下，所以我換咩物件嘅時候，我較應。你講啊，到當經過有迄個 Instagram 有 broadcast channel 啊，特別唔知人有用啦。有人用嘅，所以你做起嚟嘛較方便。是哦，我想講 WhatsApp 較方便，特別我唔知啦，未必攞嚟咁做。那 WhatsApp because 有人有嘛。所以 Instagram 人個冇咧，我都到鬧人嘅事。OK，嚟佢講到對網硬嘅時候，有係咪告訴佢講下住人出名？古早有一個主持阿姨嘅，然後伊大網紅啊，伊甲伊嘅新婦小妹為咗洗地褲問題啊。唔知喎，我唔知啊。阿涵都知，阿涵。你好笑啊！
伊就是一個 Facebook Live 啦，伊就是煮食嘅。OK， like traditional home cooking，係咪啊？然後唔知做咩事，伊唔知發生係咪神經啊？伊去 post 伊嘅新婦，無洗底褲。伊 live 嘅點聲，伊叫伊新婦去洗底褲。then 伊叫伊查某囝去叫伊新婦去洗底褲。伊 live 點聲是後尾底褲穿線洗，伊買伊嘅底褲去。and something like that 啦。then with you and then 伊新婦是上個是買洗。講伊講 because 伊人講愛等工人對來洗 because 工人成個是放假啊 and then 伊是講等工人對來袂無遮久啊嘛，甲遮慢啊，啲工人對去因攏啊 something like that 啦 and then 伊講叫伊洗，但伊無甘願洗 because 伊新婦是無甘願因過，伊叫伊查某囝甲伊講。所以the way 伊查某囝口氣咧講話咧較重淡薄，叫你講媽媽叫你洗底褲當緊，呀先刷洗埋伊嘅，所以你即係 live 條啦，即係 live 條是講啊。伊是叫伊洗底褲 live 條 ，and then another live 出來，伊先出來啊。and then 伊嘅 second live 咧，就是伊甲伊嘅翁甲伊嘅媽跪掉，互伊人嘅 audience 講哦。是我的錯，我不是個好媽媽。哈咪，了，伊也驚了，講媽，你不可以這樣，你不值得這樣，那，哈咪，我很不孝，咪。哦。哎呦，個 drama 嗬。掂起嚟，底褲去 washing machine 有哈咪艱苦。哎呦 drama 有時安尼款嘅物件是 scripted 嘅。嚇。都懷疑啊啦，一直懷疑啊。because 有啲 reality show 唔是 scripted 嘅嘛，是劇，一直聽人講是真嘅，特別個是冇講真正真。為了 views。then because 伊會驚離婚，拍慣開啊 attention 嘅咯，個了。嚇，愛離婚伊新婦，伊冇 because 伊冇買洗底褲。阿龍咧，你感覺你 Korea 有安尼款咯？Korea 應該冇有啊，為咗 Korea 有安尼網紅嘅，唔是即成日拍慣會啊出名人。我當有誒，無安尼款安尼，嗰種無安尼話解嘅，因為網紅大部分佢都是有 contribution to society 嘅，樣做嘅物件，嗰就是啊種較有夠 knowledge 嘅物件，較講較濟知識嘅物件嘅。特別 OK，無安尼 trashy 嘅啊，啊無安尼 trashy 嘅，對，真係超嘅。你人若是講。人嘅關係咪拍咧關啊，人still 拍關係特別較勁啦冇，就是講拍關係到底人生活裏面唔是講到底幫行嘅啦，有時係咪物件咧？就講人平時生活是啊嚇，有成個即係個來講啊。我啱我舊年我剛接我係即係東京嘅公司講，Oh Henny, what do you do outside of work? I joined a podcast. 你咁樣講啊？Yeah. Oh, what kind of podcast is that? You want to understand? It's in my dialect. Actually 嗬，我即係人冇用時，你講起啊，特別我做緊人們在，特別好，我感覺到我咁樣講嘅交代咧，即係你樣表聽我跟我做，所以我係講啊，插話明明講我唔表見嘅，樣表聽咩？所以其實講，哎呦，拍我面試啊，我都冇個人講我做到咯。then 別人咧，別人做了，每個叫特別我嘅紅都冇咩紅啦，2000幾人 subscriber。That's why it's in my dialect you don't understand. That's why 冇人。阿龍咧，阿龍，等陣我一個 comment 冇關係，因為點解講
in my dialect 嘛，我甲別人講福建話時，特別講 language 別使唔講。yeah. Teo. It's in my language. Yeah. 我正常 native 當，就是講我都正常啥。哦，咯，人嘅食嘅，個客人對面一撮人。就是咯，咁樣同。你第一人個客喎，你看，第一撮個客喎。第一是阿咩色？第一 chocolate 啦。 Brown color。對。哈。咱對面人個無相嘅 ombre 喎人，攞嚟即是我係即係迄個 color 係我係即咁樣 chakra 嘅，頭先講咩 color 啊？唔記。chakra？唔是，頭先講咩？喂 ，vibe 係咩 color 啊？頭先講。如果綠啊？我係是藍色嘅，迄個龜，迄個叫 chakra 喎。chakra 對啊。aura 嚇，對 aura，對 aura。頭先講 aura。OK， 所以兩別人個咧，你身邊，你家己咧，你家己有感覺到有，我是感覺有啦，老實講。OK， 我 attention actually 我是較少講，我做嘅物件是要拍關會，不，我唔是為咗拍關會我做嘅物件，我做嘅物件是有拍關會，特別我會接受。我未必有講沒有 ，that means， 你寫some example 看，我是即係物件我冇插人嘅，所以我愛做物件我就做嘅，所以我是成日講，你識講往時我青衫啦、目鏡啦、頭毛啦、我自外款啦，係咯，我是成日講，你會人成講，哎呀，你講話開始聲噃，咪呢成日人看你嘅啊。我就冇錯講話，就是咪即是我家己啦嘛。我未成日講 feel 到我會想改變我家己上最位啊。我 of course 有啲情形成講無賴啦，成講你人啲講話，還是咩你別成講喂啦講啦，還是到啲office 裏邊亂講話，你看無啦 of course。萬山那打叉話，你是冇法度，打未講出嚟。特別我是成日講，為咗我家己要做嘅物件。我無插人，我再講佢哋 draw attention 本嚟，特別我無插我照做。所以我是唔是講拍關會冇人看，我家己 enjoy， 是我家己 enjoy 物件，是人拍關會我冇插手。亂有啊，亂會有呢？還是亂卡？哎呀，買啦，人看我買啊！半單冇看過啊！我是冇啲冇識得拍關會人。你哋無是較拍關會人，人看你都是驚誒。我無出個seek attention 啊，為物件咧 ，even though 你無出個 seek attention 嘅人，還是你無出個 seek attention？ 我無出個人 attention to me，I don't like。哦 ，OK。even though 為物件你搞你笑咩？自己咧，我 basically can do it quietly。係咩？你講咩？我是因為成日講，imagine 啦，你夾人家路啦，大 somewhere 位啦，人對你無公平啊，大 public area 不一樣啊，咪事啊，都為人哋爭個大細聲啊嘛。OK， 你是咁慢點點。我 feel 到the common sipon 較濟過 get the deal。啲人亂。亂講話咧，話是搭一款咧。人跟咱嘛是相關嘅。係咪啊？我 feel 到咱唔是愛吹數嘅人誒。特別我會甲人亂。我甲人亂唔是講誒，我甲人亂是 stand on 我嘅 ground。stand on 我嘅 ground 就是講，你別為咗安尼款做，互我歹勢，你互我救一碗我無誒。我是無甲人講嘅啦。我無成日赤人講，特別我本是 stand 我嘅 ground。你說等於是我是有關啦，到底啲呢樣美國影響啊。你說我這是我嘅關啦啊，就正。你做咩做咩好啊？就是你別使翻做嘛，所以我無插伊，我未解釋。我是荷蘭布里們點點啦，然後大美國做工實濟年啊個病啊。加講啊。因為有年你特別家己講家己，我無你家己是幫助別人咯。幫助你甲少年啊，是甲 junior 啦，安怎啊？安怎？唔是教人，我提人做，我幫助人做。哦 ，OK， 你提人出頭，提人出去嚇，提人出頭，人敢唔敢嘛？然後佢早無人幫助我，是咪是
you know 就唔是bully 啦，就受講嘅款。啊，把路華人嘅小人呢，我們提樣出頭。When you stand on your ground also, 人是咪好是咪好，不習慣咯。So 有嘅人咧，就 tends to make it a scene。咁了啦 attention to 佢哋 senior 嗬。I output like 外口人 input 自己 to win the battle。Basically 係假如亂住行嘅，伊係人是少咪學咯，伊本是 stand on 伊嘅 ground， 無愛 give in。So even though 你不是對，但係伊本是無愛 give in， 但係有嘅人就 make a scene to ask 外口人 support 自己，所以伊會再條 win 佢哋 argument。我意思是啊，我會 stop 個我未 make a scene 嘅。好，我是 A 咯。這燕妹，You guys are very funny. I must join the conversation someday. Hokkien getting rusty 了，不要緊，你聽邊啲 Hokkien 特別 rusty 啊 ，OK？ 就條 input。講特別臭話嘅。係咪？仲講一聲。咪講特別臭話特別 rusty 了。哦。毛毛行，我是想講就莫達行 ，sorry， 莫達行 ，John 係即係，你 stand on the ground， 你去 argue 係是因為，唔是因為你家己 ego 嘛，是 more on 你感覺到 principles，OK， 特別有啲人 I think 伊人是為了佢就是佢哋講 fine 嘅 line， 你知無？對。當今正少年人 blur 係同嘅樣，伊人 blur 起了，好啦，這是 like why dissertation 啦 ，talking about individualism 啦，就是我講到 like 少年人可能有時伊人嘅 individualism， 伊人 kind of like exploit 這個 freedom 嘅這個 rights 啦，所以變甲伊人感覺到，伊人做嘅這物件 ，actually 是做 defeat 了伊家己 ego 嘅。特別伊人可能無去 aware 到，比較笨去，所以伊人會做甲將 extreme，even though 伊人去destruct 這個 society 嘅 balance 還是係這個 collective 嘅 effort 啊，伊人本感覺到這個是我嘅 freedom， 我嘅權嚇，我嘅權嚟，所以佢哋 line 當今可能我感覺到愈來愈濟，少年嘅人伊人去 exploit 這個拍館會個 OK， 當然，咱講 OK， 個另外一面方面，我俾嚟講嘅拍館會，就是伊個拍館會嘅效果，伊個拍館會了談咗係咩物件？還是無好嘅效果咩使講？老實就談咗是 of course attention 咯。拍館會 if he win 咗，he gain the pride 咯。ego 咯，這人被 ego 咯 ，ego 啊 pride 啊 ，basically 被幫落嘛。ego is 哇，有一個我跟我那講 ego 是我自己自我，ego 是自啊，自戀。不 ，ego 唔是自戀，narcissism 較是自戀。ego 咱就講啦，諗唔係俾用學嘅我哋 express 阿龍。ego 就是講，家己講家己爽，家己講家己爽，咁唔是家己講家己爽是 actually 是 quite nice 嘅。我 principle of life 是家己講家己爽，但係我冇插人就成日款。因為我做嘅物件我是家己爽嘅，攏愛看咪看，咪看咪見嘅。真咗咧，阿龍佢就講啊，你 feel 到隨住只學嘅，咁講 ego 學嘅話咁喎，你想下啫。ego OK 但是無好嘅係你就是你在這個人嘅 self worth 啊，看你自己本身嘅值嘅啦。但是講你是為了你嘅價值是為了你睇探人，你拍關係啊，人看你來 value 你自己 value 你身軀你本身嘅 value 嚇。你就是一步嘅火，一冚去嚇，你是多嘅啦。means emotionally 啊，你成個講，你變做 worthless 嘅，變做無價值嘅啊！即人，了有啲人成個自殺啊，還是
甲咱物件 collapse 甲咱未放心 because 伊一落来伊是關係講哇一百千粒目睭看掉我誒，我當然無人看我咧，就極心，了變做無 get that 嘢，伊 value。特別人甲咱都毋是講紅人，所以咱毋知捌見過，你看物件。無目睭看人，是咱講袂出，特別吹咧出名人誒。啲家姐是無啊咧，但是講我係 interpret 即係拍慣會 negatively 啦，家姐啊咧安尼款人，伊人 self confidence 啊，本地都真假咧，就是嚟，所以變解伊需要拍慣會嚟去 compensate 伊家己即係 confidence 啦。特別有咧是拍慣會，有一攤位咧，嗬。有一攤女啊拍慣會，迄個是伊有啊，特別I think 迄個成個 maybe 都唔係卡戴珊嘅咁你，伊就話咩啊？我女就攤咗落咪看，我咪看我啦。對我嚟講係笑啊！伊已經 take 伊嘅迄個幾 few seconds of minutes of fame 後，伊 already monetize 啊，變做無相關嘅 value 去啊就。有人是暑假目睭看女就 OK 啦，無攤女本唔要緊嘅，特別看。Next step 嘅人咪是 take 伊 attention convert 去別嘅 currency 了，你愛看我咪看，我唔要緊，我你已經談咗嘛。有嘅人，如果有人應該是有嘅，有人是 attention 嘅，愛有類無類本唔要緊嘅喎。because 佢就感覺是講咗 attention 人家咧看到你拍講，佢人看到你係你感覺，伊做你爽本嘅就。我這是承認講，這是人嘅這是人嘅 reaction 嚟CD 咯。Actually，我一個 friend 咧，伊有安看到一個問題啦，查某嘅 ，OK，無 sexist 啦嚇，但 friend 咧，伊是真結咧，我講，伊當時伊有捌伊是more towards to 安怎講下，伊是真正戀愛腦啊，就是about 愛情嘅，即係OK。你唔係，你真係唔係。唔係，就個熱氣用到。OK，當然 OK 啊。馬路 OK 啊。OK 嚇。OK。然後 and then 伊正 share 係你 quote say those 你實講 China 有真濟迄種like OK 查甫應該安怎對查某啦，然後查某就被 treat as a princess 啊，反正物件都是真正 fairy tale 嘅啦。所以你 every relationship 咧本時話很 share to get the attention 咯，然後 even though for OK 啦，how many occasion 都被有咯，都被愛，就講下like 都被match with 伊啊。就講 every 14啊 ，every month 嘅14都被物件互伊，然後伊會使 show on the social media 互伊嘅 friend 看咯。然後突然之間無小炮，咩上面咩直播上啊，就講就好驚喜嘅可能，好驚喜嘅。歡喜大戰啊！這個數對歡喜大戰啊！這然後有 start 掉個三擺 ，I think the second relationship 嘅，然後一般性本靠病本啊，然後 unfortunately 有 cancer 嘅可能，然後唔知安怎搞這 second one 行，本是想我講隻 story 本咯，係 same routine 係你 every 14號都俾愛俾物件互伊嘅款。即是你朋友，伊唔是講，伊本是成日一 share，本是甲伊嘅朋友 share，伊唔是講成日有 YouTube channel 啊啥物，伊是即個是 share 互朋友嘅。網紅啦，伊是網紅，特別伊真係想愛做網紅。要 OK。伊真係想愛做網紅 ，but actually 我哋係 I think the way 伊做係 totally out of different 嘅物件啦。你個 style 係伊冇加上擺 ，because 冇咩人愛 attend 伊本 ，because 大家基本係 drama。然後 style 是第一屆咧，就是伊last year 伊嗰時跳檳榔大橋。Oh my god！ 有一個晚咧，是八百幾啊隻人跳大橋。Oh yeah。She's one of them。七過。She's one of them。阿啲唔是等人去過啦，阿冇去過啦，但係是八幾個家這樣跳。然後一時就 save 咗咯，然後 and then 這段時間，然後 and then 有人share 出來 which is 講，伊明明是藝術，我唔知講伊是藝術主義，然後後尾就來做
即个可能物件跳海 to create that 講because 是介意這 boyfriend 行真正無好嘛，就真係數發生嘛。然後呢 boyfriend 買伊啊好，所以 create that attention to get that boyfriend。但係講就係嚟叫伊對來呢，誒，你唔是你 attempt to suicide 唔是掉戀愛啊 Malaysia？就是咯，就是叫到對來，到底再叫我講。哦。我飛到嗰一個，特別跳海啊，唔是講比較少注意人跳海嘅死，跳海會死本嚟咋？係啊，有時候有人講過，安怎嘢就講 OK，伊叫嘅是一個 still 會曉背嘅啫，唔知啦，這是 after that 有人 analyze 出來啦，然後我看到就而且就我嗰陣食下啦，我幫我 friend 我能 share 嚟看，這個唔係我人嘅朋友嚟，一叫佢出來是會掉 mask 會冇 mask 掉嘛。所以佢哋成日是我 friend， 我嘅 friend 人。But we all know，當然 OK 啦，當然 OK 啦，當然嘛，not really that good 啦，not in a good situation 本啦。So 有陣時有嘅 attention 是嗰時，有陣時伊冇朋友，你要 to create something out，you know to get the attention，本唔是干那咧網紅人啦。上不到香港嘅啦，你特別伊 already 加上無即信心啊對家己啊，然後有陣時特別做淡薄，安尼款物件 make sure that 我個有存在嘅，我個有啲嘅，然後呢要係你結善本啊，你想到嗬，你想到就冇結善本樣嘅件咧。True。如果就係我係 job 本是想問，我是冇咩愛我 attention，but 我係 business and nature 都俾愛我 attention。對 marketing 然後這個是進退兩難本啊，進退兩難本啊。所以我其實就俾愛寫出來做 video，下面物件我下面interview 我都俾愛去啊，你看。But actually 我自己本身是 not really into it。然後 even 我嘅 friend 講，哇，我嘅 friends 以前啊嚟。privately 伊 text 我講，我即係去幫行了哦，你這interview 係咪物件？我講是我係公司唔是我，然後แล้ว有嘅人我哋 feel 到講真係反感，講但係看到你 share about 你成年然後你冇 share 你嘅 private life 咩？我講我第一件事我係成年嘛，我 private life 就冇關人嘅事嘛。但係某些 friend 我講你講嘛 OK 咯，對就是。大家我幫住幫曬，我係學人仔咩冇可能嘛？我學人仔幫住幫曬。我特地俾你學嘅 Instagram，我俾導演幫曬得嚟浸辦。你話過咯，你快。喂，我特別去 start 咧，邊啲學嘅 broadcast 可能咪去對抗，咪 WhatsApp 卡住兩個是 Instagram，咪攞平半啊。我對邊啲時我是卡住是邊啲學嘅你Instagram account 㗎 active 咗，所以人佢邊對話 OK。然後我去到幫曬是兩個叫啊。然後阿龍呢？阿龍，你嘅看法？拍慣會上你本身啊，家己啊，你會成日講seek attention。我本來就會做幫硬嘅咋，我真係會做幫硬嘅咋。我淨係研做，特別我冇。咁咩事咧 ？What attracted you？係咩物件做你舒服？我被吞累咯。OK，實際咯。我是為咗達到退休嘅，唔係講有個 passive income 能拍廣告啊。我是為咗這裡呢，我冇特別講，我邊可能就講我台灣。我感覺你特別，你咪是教我想咯，咱教嘅物件較厲害物件，唔是講就冇靈媒咯，我感覺到，冇講冇安尼即 appeal to general public 人無咯。對，都是個感覺啦。特別我有時候就會做別項物件，不過譬如講，有陣一人唔知，我so far我冇看到講。Malaysia 有人多啲 Korea vlog 啊 ，so far 是冇嘅。特別我是同你講咯，更加濟咯 ，OK。特別更加濟。特別冇安尼濟。最你講嘛？更加最少嘅，你多啲 Korea。Malaysia 多啲韓國嘅。Malaysia 去韓國做 vlog 嘛？有一個我名黑色頭面 Hensley 啊，咩 Hensley？我朋友會驚啩，韓國我朋友會驚。你知啊，白嘢啊？檳城人咧，我白嚇。係啦，出 YouTube 嚇。咩名？Hensley。Hazelin，sorry。Hazelin Snow，Hazelin 啊。對。Hazelin。
是恁人誒，伊 boyfriend 可能 Hazeline 即係啊，對，伊古早做新加坡 airline 呢，講今去韓國做 vlog。哦，20 subscribers，20,000 subscribers。哎，做新加坡 airline 嗱，Kibat 伊古早是新加坡 airline 呢。阿龍係咪 Kibat？邊人？人生是巴海人。哦，那我覺得以前嘅咧，新加坡 airline 係。伊唔是巴海人啊，伊唔是巴海人，唔是，即係8,000波嘅囡仔嚟啦。8,000波嘅囡仔。8,000波嘅，伊嘛都是我朋友嘛，我每塊大大陸我甲你講，我去吹。嗰陣時伊等係是啲個人是做咩嘢嘅？伊做新加坡 University，伊讀 language 咗。伊讀 language 啊， because I think 伊係嫁過去 Korea because 伊 boyfriend Korea 嚟。但是阿 John 我感覺我第一攞就係安尼人嘅咯。實際我唔嫁㗎，阿龍講咯，變咗就回碌碌白葉冇嘛。Because 我佢啲 clubhouse 裏邊講嘅嘛，講我第一攞就係講啲攞，因有時間嘅設計，你突破嚇。哦，因睇 status 比我是一想應談啦，一度睇到 status 嚟咗。哦 ，OK，對諗冇講病啊，諗個未吹硬。未使暗很上嘅。哇！唔是，你會去啊？人阿未教過。你看下咧，這是藍嘅嚇，特別本身是，這是藍，這是藍哦。我藍。我就你咩話？咧。唔是，先係你唔是。我是冇可能有嘢，你明白嘢 difference 得咯。我知啦，我明白。我有嘢本好，伊無 legally 嘅。妖，冇關係嗰種。佢冇害咩？冇誒，佢都冇誒。但係你即係有人講你冇拄到嘅嘛？我講拄係咩物件？係啦。I always 講佢是有嘅喎，特別佢個台灣聲。Korea 跟日本像。妖 ，maybe one day 日本有可能。啦，特別韓國真係韓國，未必係真係韓國，就真係韓國。嚟所以咱你冇講兩個，你對你看法成個 attention seeker，特別你都買啊，I think 你同我差唔多像咯。你講話你對看法，你是未？你拍慣會是 OK， 我是比較是 OK， 特別有實質物件，我是冇明白，總是你即係物件你日日拍慣佢，我就係奇怪嘅啫。你先講就係講你做 vlog，OK，no problem，because vlog 你看到，可能看到你為了好，可能看到你食好料嘅物件。我非常 positive vibe 是真係有見嘅啫。但是講你嘅 vlog 是何 positive vibe 嘅話咧，嗬，伊有影是伊 influence the world in a positive way，即是我贊成嘅。我暫時講應該有揾嚟款嘅，可能潮嘅，可能歡喜嘅，我感覺是人哋款嘅。特別佢就 personal 嘅嘢，我就非常之奇怪嘅咯。係咯，有陣時我看到我 Facebook 裏邊啊，我拄到 Facebook，我有陣時我看我朋友人 post 嘅物件，我唔知種是因為人哋款嘅咗。第我同外問題係咩咗？出帥咯，因為出嚟人去出帥啊，因去翕嗰啲 funeral 謝名小英。啲觀察邊一翕小英，係啦 post 嘅 Facebook，你 post 咗下面人講我冇人逼嗰咋？即係我冇人逼咗，都是做咗呢邊嘅事。I mean it's supposed 呢意思是嚟冇極端嘅一個場合咧，就是講意思一個極端嘅 situation， 你去 post 起來，可能看是要學下面人講我冇人逼嗰咋。安尼講都出嚟人有嚟是真明顯是講報告大人。一未過來，所以你報告俾人看啫。但你報告人看，你免放 Facebook 嘅嘛，你係放我 WhatsApp 數字啊，咪講啦。伊是一個講數字嘅物件嚟。但是我朋友舊年伊本問我講，現在你爸爸過世都冇甲我講嘅，講，because 我非常是真正數字嘅物件嚟喎。但是講我講你是真識嘅朋友咧嚇，你都有可能會知。但是講無我真識嘅10幾年無拄過面嘅同學咧。我就到底個人我立白死而家，什麼咁怪的噃？我 video 我做唔到出嚟咁佢咯。即是講我是講你自己嘛，你明白？我關心我嘅人，但都是我識嘅人咯。我 video， 你講，因為你就講，即係本身你冇識嘅人關心嘅人就叫做基波。邊
你我感覺咧，你八個人咧是 asymmetrical 咯 ，because 伊人關心你無代表講你關心伊人，所以對啊，有啦，你使講，你感覺小數錢嘅物件對別人 level 無相，你感覺之類哦，小數錢那邊是個別人感覺無相嘅，然後有你特人叫為嘅安尼款艱苦嘅物件無相。有時要買人買特人去講一頭放出去啊，然後要買去關。OK。有只所以我無去講，我無去人講，哎呦，做咩事攏安尼講？我無去問 ，because 你特人有家己嘅無相，我嘅 perspective 嘛，你會使看法無相。我是 just personally 我 feel 就講，我做比較，無客話啦，無客話就是唔會做咯。無客話你講無客唔免做咯，學別人對啊。男人做乜樣做？男人講我冇去外國日本嘛，我冇是照看呀，冇做過行。男人講報時你要學你死起係你嘅朋友看，嘅是家己人看。我有一個 concept，你使 private to the ghost 嗎？你 setting Facebook？ 我愛講一項物件，related to religion 嘅啦 ，OK？actually 咧，有個人 post 咧，是 actually 是咱人吼，去坐咩吼，咱人有 married 嘅啫。And then also 係你死嘅人去 married 嘅啫 ，because 伊嘅靠媽吼，無好物件會減甲少去嘅啫。所以有嘅人就 due to religion 時候，希望愈來愈濟人來坐咩吼，to reduce 係死嘅人會 back 靠媽啫。所以伊會去較好位 ，that is one of the reason。tapi lu si kong tapi lu tu post sa the internet ya 一個會較濟人。because 你 post 可能講，所以你 attract 人去。你講 OK，我爸死了，我爸朋友無幾個嘛，死咗了嘛，切切白白嗰粒死咗了嘛，所以我是靠我嘅朋友來做咩，希望我爸嘅 marry and then 都來做咩，那不 marry 啫噃。tapi lu 去你，成講你去你拜辛苦嘅位啊，你介意邊啊？你只 extreme 嘅後就是去介私人嘅邊啊，好，你翕相啲 selfie 嘅你私人，嚟讓當下手嚟做咩嘅我爸咧？有人安尼看佢咩？有人安尼看做嘅咩？我嘅朋友就是無安尼款，我真是奇怪，用就是無安尼款咯。我唔知，我無安尼款做，但自己朋友嗰時是干那 post 講 ，because 伊無驚嘛，伊無教佢嘛。post obituary 就 post 互伊朋友，我干那 post 互伊朋友知呢。我無講我特別去邊樣 post，我感覺係刺激咗。刺激是另外一問題啦，你感覺到有人看到啊，後你就是喲，即係。未過關啊嘛，咱家己是你未 before 你第三嘅時，你家己看到你未啦啥？哎呦，淡薄 distasteful 咩？Later 同阿拉馬蒂 open eyes， 都 become 硬啊！我哋朋友時嗰就因為失驚無神，因平常時冇咩講話嘅人啊。伊行嗰陣呢，伊有一個 Facebook 嘅 post 走起嚟講三隻一路好走。就是講你平常就是冇 post 物件啦，你就少 post 物件嘅。佢實際你講一句話啊，三隻一路好走，伊三隻就死了嘛。伊人咗看到咩 Facebook post 一句話，嗱，就是講有人學死人看，還沒人看。你想我變咗是講，人講是學死人看，no， 對，人講學死人看，對咯嚇，即係 Facebook 變廣話嘢咯。tapi yang lo ha, ayo, siao. 等陣個別人會補充，我會講佢哋 anything 會補充 before 咱講大。我講淡薄即係 concept 叫做 toxic positivity。yes，對。because 咁啊，龍講對，就是人，你幫歡喜嘅物件，特別係嗰個是啊，不是個人按今日 post happy 歡喜嘅物件，我哋即skew perspective of life 啊，對人生嘅看法有真正跟日一邊，然後看到一邊嘅物件㗎啦。
對對，我意思唔是講歡喜物件，我是講 positive 嘅物件。特別唔條本上本啊，當時 positivity 咧，就是冇緊呀，冇是緊呀 positive 嘅物件。就是講你有個人係成話係你經驗講，我本身是看法是我咁樣 authentic 講，你真係真心去做 share 出來物件，較要緊過會 share positive 物件啦。because 就係講你一世人唔是講搞了是歡喜物件，所以你會放出來物件有當時是特別 balance 本淡薄，別使講有人嘅 toxic positivity 是伊無插啊，伊講家己好成啊，哎呦為 help 人啊，係咪物件嗬，了可能就 camera 就看嘅，受款出來嘅啦，係咧就是 toxic positivity 啦。特別嗰另外一項物件我驚，我無暑假就是迄個翕 video 了去鬥下手人嘅。攏知咯，你 channel 成日講，我翕咧無處大人啊，咧去學伊累啊，特別去翕條 video 個了咧，係咧我淡薄嗰啲，我淡薄看。你真係拍慣開哦，你搬一個隻，你特別開掉一個 camera，uncle 我互你食，翕掉伊互 uncle 食你看。嗰日有一個大波，一幫一隻紅嘅，伊就是伊只是家去看咧，家入邊有人咧，uncle 阿弟阿公阿媽，伊去做小販賣物件啊。แล้วอีตัวกุยกีบุญก็ว่าลูกที่เลี้ยงกุยลุยอ่ะลูกจีจีไปเลยท่านเราเจลุยลูกที่เลี้ยงกันแล้วไปเราเจลุยแล้วอีตัวหอยจะไปลุยเบกันแล้วมันอย่างกี่รู้จักแล้ว幾少所以แล้วมันอย่างนี้ปังตัวเลยว่า唔制啦แต่พี่บุญเนี่ยสิอีบุญเห็นตัวกับกีบีนี่จ้ะ because อีกีใน camera 嘛อีสิเห็นตัว對方嘅 uncle 嘅 auntie 邊จ้ะ我 feel 到講 something is wrong 啊嗬แล้ว就可能看到講ยังคันคอหลัง嘅邊ลูกปังที่แล้ว我唔知伊後面伊 message 是要講是家己好嘅啊，嗰時有人隨我大概就 maybe 有隻這種無相關嘅啦。但係我 feel 到 uncomfortable 咯，看到這物件。是啊，我唔是講我 against 伊嘅，就是有你物件成講伊要 call attention 嘛，你成講你報曬你個就講哇，原來安尼這個路邊無處大人老人啊，啥物好，了你去鬥開始，你個鬥開始就樣，了你家己個會。有 content for 你嘅 YouTube 本是無講無歹嘅到落去啦，無乜大項。我覺得就真濟人就是可能伊鬥下手人啊，伊也感覺到伊就是伊就是也感覺到是好人安尼款啊。So 伊特別伊下你感覺啊，唔是 like really deep inside， 伊下你感覺是 from comparison 嘅，伊係可能就係講伊鬥下手人。Then 伊下你伊嘅 satisfaction it comes from comparison 嘅，就是伊係感覺就是伊人講嘅，我變好。伊卡是達到人嘅邊啊，伊個係感覺到我是做到好事啊，佢安尼款嘅感覺啫，即係我唔知我特登。成個細漢嘅時啊，I think 真係人安尼款嘅啊，所以真係變靚啊！伊人成日去真正嘅時啊，去鬥下手人啊，佢哋啊唔是鬥下手人，佢是伊個啊，佢哋是我家己爽嘅，你家己嘅，啊，你講款真係好人啊，款去，伊是 feel 伊 above 人啊，你看呐。對，佢哋安尼款，成日去佢哋提供大款啊。講佢哋山裏啊，一人一撥，你看到事情啊，是啊，你是做啥物？你就是無 logical 嘅嘛，就是去 fit 你家己 ego 嘅嘛，你去鬥下手人是互你家己爽嘅，唔是去鬥下手人。intention 變做 skill 係淡薄啊。即係 Sunny G 講 ，sometimes just to express happy or sad feeling through Facebook post, not to show to 咩 descent。意思講唔是要 show off 啦，意思是講下，你是要意思 just express 家己 feeling， 唔是要 show 去互佢哋資料嘅人看啊。OK，對。OK，so 係啦，我明白不如你 ，especially social media 就是可能伊 blur 人嘅 privacy 加 public 嘅presence 啊 ，so。唔是講咱出名無出名嘅人咧，本你有一個是你家己私人，加一個掛面嘅嘛。所以你成日講你激心嘅事，但是講咱頂頭嘅國家小孩講咧，就是頂頭激心嘅事，
你都冇 Facebook 嘅時候，你咪是到處也是別甲朋友講啦，係就是 private 咯。喺當見咩有 Facebook 一下，你就 express 講我激死咪是我歡喜，就是成個你出去你大妹個口講，我當見就激死，你講嘅意思啦，就是 Facebook 做出邊咩啊？你就是對我嚟講，我是係一種，我是笑到講，你到啲 Facebook 一 post，就是成個你出去個口講嚟講啊。publicly 講咧，就是你家己講廣播互人聽嘛。Rich 個較快喎，佢們講話鬧個未算，你別聽。就是佢爆槍個。OK， 無我咁我唔使亂對即個係咩啊？those 呢種成日嚟擺硬講แล้ว post 到 Facebook 嘅，我唔使亂有。係咪嚟？俾人講播 Facebook 講佢係咪物件嚟？就係講 OK， 有俾人講，你翕小 A， 你有冇翕 video， 你寫一堆 those 的武打嘅歌，所以佢哋物件。特別本地人我人知人，如果本地好理，特別識個路子好理。俾佢人看，即係亂我哋 friend 冇啦，亂佢看法。即係 question 啊，所以你看時我就你講咩？我唔使可能吧。你係走啲嚟是變一餅硬嘅。人家嘴叫我點諗哇？有買乜咁樣驚咯？我當驚乜嗱？成 public 嘅人 publicly attack 你，我就冇驚乜 actually 老實講。冇啦，別啦，我本身學本嚟。你特別有本咯，佢哋咪是上本咯，伊特別有人是講 maybe 伊是 express 伊嘅 religious belief， 特別人 pass judgment 嘅啦，人已經成日講，伊幫嘅是人已經講伊都唔信咧，但是人即係問題是人家己咯，人講伊有種，特別人唔就係講伊有可能是情線嘅呢，是講人們但冇 public 你幫出嚟物件，人已經成日講你情線都免甲人講啊嘛。你做好事都免甲人講。Yeah, the other way, yes. 我是講係佢，我一個 friend 是安尼款嘅，所以我唔知其他朋友，亂嘅朋友是安尼款。我哋看做，我不看過啊 Christian 嘅你看你咪叫，成日講特別有當時成日幫人講嘅真係啊。quote 咧，成日幫咧，成日 something quote inspirational 嘅 quote 咧，特別係是到底別人去抄啲嚟啊，成日 reshare 是 picture， 哎呀，我未得。哇！有一個朋友係，我有一個朋友係，伊下特擺下翕 selfie 嚇，伊穿水水翕 selfie，然後伊嘅 caption 是咩話？哎 shit！有時講拍拖嘅物件啦，即係 if you don't deserve me at my worst, you don't deserve me at my best，係咪物件？伊 post 嚟物件嘅時啊，嗰度運動仔啊，一啲隨大我朋友啊，但是啲隨掉大我朋友咧，冇 post 啊，冇 post 嘅，冇事啊。這是成個拍廣告嘅，你看啊，這是情緒是拍廣告，我是講 positive 嘅 vibes，加 work 嘅 vibes。打波啦！人生就是要努力，就是要去闖。一定是會吹打波咯。對，吹打波。actually 這是 consider 掉本嘅節目是拍廣告咯，這是拍廣告嘅記者啦。冇講好拍本咯，我覺得是。因為我對厝，我以前我去甲我人嘅 friend 去食嘛，講你安怎啊？找到大波朋友了未？講你知我啲找大波朋友講，我捌你10年。知啊，你白登啊，白登知啊。OK 啦，我條嘢都知啊。你卡位嘅，喺度就俾幫助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真歡喜啊！若是講落尾拍滾會，我拍滾會，拍滾會，你拍滾會就點樣 donation 啊？即係伊人若是講伊人 donate 了過後，伊人都愛翕小影啊，翕小影講伊人。我講翕小影講，我嘅面對 donate 學嘅，這是好事嚟。Have been supporting 邊啲學經 podcast for the past 10 months 啊，對 ，every day subscribe every month subscription 啊。
感謝大家收聽收看，邊啲學嘅支持，邊啲學嘅，我人是有類無類，咩是照做啦。是講咧，但是講有最近時開嘅這類，就是講 subscription 啊，嚟 Ecam 啊，特別我話實 Ecam 看，是唔是唔是只選用個 Zoom？想是根本。個清你 speed 快，伊個市場吼，你寫淡仔audio 來嘅時候，伊 internet speed 無咪好嘅時，伊個 resolution 較低，特別聲個 OK，所以我即開了幾廿百塊，我即無我開了頭尾吼一年啦，就 Zoom 嘅 subscription 甲 Ecam subscription 啊 website 咪你講賣廣告 hosting service 講賣廣告，本就冇500塊美金一年，that's why 有這裡，OK，感謝，I mean 咩啊？阿 John 啊，你特別係 percentage，achieve 啊 ，achieve percentage，actually 有啊，不老俾 service 有談嘅，佢我係 gold achieve 咗啫，同基本是未擺本啊，我講，因為你 YouTube 還是樣，咁樣 live 嘅嗬 ，YouTube 超值錢 ，YouTube 唔跳 ，YouTube 唔係跳幾%真正濟，我看過啊，未記啊。嚇，我頂次我水嘅，特別手邊人方便咯，唔是講你有時愛搭落日本嘅啦。我若是講人食買地嚟講，我係使部上會特晚你見看啊嘛，你網頁會好人看，等佢嚟看個走，咁我計起講真啲。無啊，咩啊？我網頁無啊，冚嘢。你使 keep 呢hokkien.com/support。超30%，嚇30%，所以攞學我10塊，我是攤7塊。特別，那是攞杯特別趣味啦，我係可以黃灰、紅灰嘛。所以你能那是講杯第二呢是攞嚟keep 邊啲學 .com/support 嘅會有不相嘅辦法。特別攞杯支持邊啲學唔是緊啊，第二呢加攤支持把你辦法，是講有隻朋友成啊，只看到掉我哋都。唔是audio，我佢驚，本是頭一個 first few one to donate 嘛，แล้วรู้มันสิ過嚟話嘛，講做啦，你做這我俾你做，南西冇有，但係隻人就講樣是有心嘛，所以每一所在愛學買學唔要緊，特別我今日感謝讓大家支持，加特大禮拜看邊啲學見 ，actually 看邊啲學見到啲 YouTube 會看下，是隨咗支持邊啲學見冇咧，我因為我係一個 video 往時候後面時啊，我係一個 video 嗬，一攤50幾鐳一塊，特別嗬，你少少啊，特禮拜一出嗬，有當時有你去個5塊，你知道？所以你唔是有幫助，你知道？你去看 YouTube 唔是隨咗自己邊啲學嘅，感謝大家，禮拜再見嘅，我講冇成日話題對嚟。我這是 episode 是唔是我會講較早辦嘅下掉 ？OK， 這是我特晚 announce 下 ，OK， 免到讓去 clubhouse revive 我是只冇拉嘅人嚟，所以感謝大家支持。禮拜咱個在到對嚟收聽收看無相嘅話題，大家拜拜，教頭say拜拜，朋友，拜拜。到底 YouTube 朋友，頂住禮拜冇看，就這邊佢嗲，正超這邊唔是對這邊咧，第一看一定看定聽啦，時候往現條錄音是同啲路，了個有，若是講你愛人較濟人看自己邊啲好見咧，你會使 share 這個 video 到啲你 social media Facebook 啊，了個做網紅啫，OK，bye。